咱们来斗阵来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现代中文译本伫12页，台语汉译本伫第9页。我即时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起头天下的人只有一种语言，使用一种话。因伫东方一带流浪的时阵，来到巴比伦的边缘，伫遐徛起。因着三角参详，讲来啊，咱来做庄，甲庄烧啊定。安尼因着用庄来起造，佮用点仔架来贴庄。因着讲来啊，咱来做一座城，城内爱有塔，塔顶拄天，好来显扬咱家己的名，免得咱被分散到世界各所在。安尼上主就落来，要看即群人起造的城甲塔。伊讲，因是同一个民族。讲同款的话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。以后因做啥物，咱拢无法度禁止。来啊，咱就去扰乱因的语言，互因彼此无法度通相通。安尼，上主就甲因分散到全世界，因就停止起城的工程。安尼，即座城叫做巴别，因为上主伫迄个所在扰乱了人类的语言，甲因分散到世界各所在。今仔咱所敬听的新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：信仰是一种语言。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愿上帝祝听伊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人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领受上帝话语之前，咱同齐来祈祷。是阮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。你互阮会当搁再来到伫你的面前，特别伫即个新的年度开始的时阵，也互阮拢会当有新的期待、新的志向，也互阮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来学乐、来敬拜你，搁要对你的话语来诚做阮活命的美娘，诚做阮生活的帮助。也求你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，助你开阮的耳孔，开阮的目睭。会当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，也帮助阮每一个搁较亲近你。愿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咱今年是2016年，咱教会读经运动，咱也开始新的一轮的读经表。咱今年是对创世纪开始来读，伫咱的外口有即个读经表吼，鼓励咱。会当来去摕即个读经表，照即个读经表的进度来读圣经。咱主日的信息以及咱的小组的聚会，咱嘛拢会尽量配合即个读经表的内容来安排。甚至咱教会牧师也会伫咱网络的每日亮光底下来出现，来陪伴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创世纪是圣经的头一本，伫原文希伯来文是用伊的头一字 Bereshit 做册名。顶主日，四牧师伫讲道中间也有讲到新年即个字的希伯来语叫做 Rosh Hashanah， 就是一年的头的意思。咱看即两个字吼，毋管是起头或者是新年，拢有共款的字根，就是头即个字。头是人体中上重要的器官，对无？咱的心、咱的身躯，其他的器官拢会当换，敢若头袂当换。所以头是上重要。所以咱会当伫一年的起头，咱来读即个创世纪，这是真有意义的代志。真侪人也将创世纪当作是以色列民族故事的一个前传。亲像星际大战，亲像魔戒，拢有啥物三部曲、几部曲、首部曲嘛有前传。但是有的人嘛将创世纪当作是一个前传，因为内面有真侪的起源说、起源说，毋管是世界的起源、人类罪恶的起源、各民族的起源，或者是一寡所知影的地名、文化的起源，伫创世纪拢有交代甲说明。总是咱着知影，
上开始也是上重要。若是一开始你着做对，那安尼煞接了后拢会真顺势；若是一开始你着做毋对，着错咯，那安尼了后要甲调整转来着真困难。就亲像台语咱会讲，头过身就过，所以起头是非常的重要。只是真可惜，咱伫创世纪的第3章，随时就看到人类犯罪。人类的始祖互上帝赶出爱甸乐园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人类的社会就一直面临罪恶的挑战。虽然人类一再互上帝来失望，总是上帝也无放弃伊所创造的遮个人类，反倒等想办法要去拯救来遮个伊所创造的人类。所以伫创世纪内面，咱会当看到。咱信仰的真理甲根基，即个物件伫旧约一直到新约，拢伫遐伫贯穿。所以咱会当讲，创世纪是咱信仰入门的一本册，毋管是咱基督教或者是犹太教，拢是共款。今仔日所读即段圣经节，咱嘛会当甲看做是一段的起源说。特别是关系世界是安怎有遮尔多语言的一个起源，毋知伫咱的了解，咱全世界所有的语言有几种？有1000种无？2000种有无？3000种有无？照统计是6909种，照统计啦吼。当然，咱知影就是迄几种。事实上，伫一寡所在，伫一寡部落，因有关有因的语言，只是较少人会当知影。不过，虽然有遮尔侪种，迄是现代，总是圣经甲咱讲，上起头天下人敢若讲一种语言，使用一种的话，毋知迄是一个啥物款的世界。当然，若是亲像安尼的话，我想做学生拢会真欢喜。因为伊毋免阁去学英语，我会记得我读大学的时，爱阁读第2外文。若是语言系人，可能爱阁有第3外文。阁来，若是安尼，这家长当然嘛会足欢喜的，因为即摆囡仔要读英语，拢爱互补习，开足侪补习费。甚至遮个学生，因伫学校爱阁学母语，变成讲咱的母语是爱去学校学，毋是伫厝内学。若是你有专业的领域，比如讲医学，也是讲工程师，也是讲其他艺术的部分，你爱阁学一寡迄个术语，可能是拉丁语，可能是希腊语，非常的麻烦。你若是要做生理，要做研究，你可能爱阁了解当地的语言。所以因为真侪的语言，也互咱感觉真困扰。总是伫圣经上开始，敢若一种，煞变成遮尔多的语言，是安怎上帝要安尼来扰乱人类的语言呢？圣经讲，原来因为因是要起造一座真悬的塔，要到伫天顶。圣经讲，因毋是要为着敬拜上帝，是为着要来应显。要来显明因家己的名号，免得因分散到世界各所在。其实，伫人类的社会，常常拢有要起即个文明到一个程度，就想要起真悬的楼，对无？咱台北有101，巴黎铁塔、美国帝国大厦、双子星，马来西亚嘛有双子星，即嘛上悬的伫倒位？杜拜哈利法塔，人类常常有一种的欲望，当然要诚做地标，要炫富，或者是要互人观光，真侪的目的拢有可能。总是伫圣经伊就讲出人类上早即种的欲望，就是要互因会当集中诚做一个地标，诚做一个精神象征。安尼因才袂分散到伫世界各所在，互人拢会当知影，有即个
塔有即个民族因伫遐伫生活。总是伫遮因着犯着一个错误，咱会记得伫创世纪伫头前第一章，上帝拄创造人类的时阵，伊就赏赐福气，互人类讲啥物？讲着生团济济，互恁的后代遍满全世界。到伫第9章，挪亚大船的故事，大水退去了，上帝甲因立约，上帝佫甲因讲着生团济济，互恁的后代遍满全世界。一句话讲3遍，伫学校叫做闭口题，伫厝内叫做啰嗦。总是咱嘛知，有时阵上帝虽然安尼甲因讲，人有权是袂听，果然因着犯着即个错误，因去做即个塔，因无要分散到世界各地，这就是违背上帝爱因遍满全世界即个指示。所以上帝一下就来变乱因的语言，互因彼此袂当沟通。我叫你摕砖仔互我，你则摕棒互我。我叫你摕即个钢槌仔互我，你则摕一粒鸡卵互我。人袂当沟通，即个工程就无法度继续落去。所以人类最后有缘就四散到世界逐所在。语言真重要，确实，因为语言人才会当沟通，并且语言嘛是一种影响力的表现。讲话的人通常是有影响力的人，敢毋是？过来，语言嘛是伫关系中间来互动。若是咱无关系，咱无需要用语言嘛，对无？咱无需要讲话，所以语言是真重要。咱之前也有讲过，咱基督信仰，咱所强调的，毋是宗教，毋是礼仪，是关系。包括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人甲人的关系，甚至是人甲万物的关系。那安尼，咱会当讲，咱的信仰就是一种的语言，因为通过咱的信仰，咱甲上帝沟通，咱接受上帝影响，咱甲上帝来建立即个关系。搁再来，一个人所讲的语言，也表现出伊是属伫倒一国的人民。咱真清楚，若是美国人伊讲啥物话，英语也是美语吼。若是法国人，当然就是讲法语；德国人讲德语；日本人讲日本话；台湾人咧，咱有小可错乱吼，因为咱伫即个土地捌受到政治的影响。不过这嘛表现出，咱台湾是一个真多元的社会，多元毋是无好。总是毋通伤过强调家己，然后去排斥别人。今仔日咱基督徒，咱嘛会当讲，咱是上帝国的国民。若安尼，上帝国的国民要讲啥物话？上帝国的话要安怎讲？若是伫中世纪，基督教敢若讲拉丁语，这是天主教官方的语言，因敢若讲拉丁语。不过咱爱知，经过宗教改革了后，基督信仰的语言就毋是单一的语言，可能是真侪地方的语言。这就是宗教改革了后的结果。那安尼，咱基督教，咱上帝国的子民要讲啥物款的话呢？简单讲，就是基督信仰的语言。啥物款的语言无重要，重要是内容。比如讲，有的人讲，法语讲起来真浪漫，真好听，敢有影？你看因咧烧麦时，敢会好听；因咧冤家时，可能嘛是真歹听。所以，啥物语言毋是重点，重点是所讲的内容。咱伫遮咧讲基督信仰的语言，就是对咱所讲的内容，或者是伊的行为表现来看。因为主要所讲，一个人心内充满啥物，喙就讲啥物。所以，一个人是毋是基督徒，就在伫伊所讲的是毋是基督信仰的语言。
什么是基督信仰的语言？咱会当对几个方面来看出来。头一项，信仰，咱的信仰是和平的语言。咱基督教基本教义其中一项真重要，就是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，伫现代中文的圣经的内面，将即个义翻译做甲上帝有合宜好好的关系，就是咱爱甲上帝好好，咱才会当脱离罪恶的捆绑。咱甲上帝好好，咱才会当甲家己好好，并且嘛会当甲别人来好好。主耶稣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伊要叫做上帝的囝子。所以，咱伫咱的言语的中间，你若是会当甲人来好好，促进别人和平合一，咱就是在讲基督信仰的语言。这嘛是互咱的一种的身份的认同，也互人会当看出咱就是上帝国的人。第二项，咱的信仰应该就是听的语言，因为主耶稣讲，若是恁彼此相听，世间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。所以彼此相听嘛是咱的身份的一种认同，嘛是一种身份证。人安怎来看你？你毋免伫遐定定用喙甲人讲你是基督徒，你信上帝，无一定。总是当你来当用你的言语、用你的行为表现出听的时阵，人自然就知影你无共款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上帝的囝子。搁再来，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，保罗讲：我设书会讲人世间各种的音语，甚至天使话。若是无有听，我的话就亲像吵闹的锣，甲响亮的钹一样。保罗当然伊是用真夸张的讲法，当然无有一个人伊会当讲所有的话，甚至讲天使音语，咱毋知。就算有，若是你讲出来无有听，那安尼，你就算有语言的天分，你会当讲所有的人拢听有的话。若无听，就算咱会当互相沟通，有缘毋是好的结果。所以，若有听，咱若用什么款的语言来沟通，拢毋是问题。第三项，咱的信仰是真理的语言。使徒保罗伊伫以弗所书第4章15节讲，咱着用听心来讲真实话，伫逐方面基督不断来进步。常常咱将即句话用伫咱若是要苦劝别人的时阵，要讲出伊无好的时阵，咱爱有听心。总是即个诚实话伫原文就是真理的意思。耶稣基督伊就是真理，所以保罗伊伫遮用即句话的意思嘛，互咱了解。咱信徒的关系毋是干那有听，那安尼你就变做咱好人，嘛毋是干那和平，那定。咱还阁需要有基督，需要有真理。咱伫即个巴别塔的故事，咱来看到，当然因有合一，因才会当来生活斗阵。因嘛有分工合作，互相帮衬，所以因嘛有听。总是因的工程是为着要显明因家己的名号，所以因无想着上帝，因无信仰，当然伫遐嘛无真理。信仰既然是一种的语言，那呢，这个语言就需要学习，对无？敢有人出世，你就晓讲什么话？一定是爱自细汉伫家庭、父母、学校慢慢来学习。语言嘛需要一直伫遐来讲出，伫遐来流传。若无这个语言，就会消失去。咱嘛拄着即款的情形，吼，咱有细汉的囡仔到伫美国留学，当然后来伊英语真会晓讲，但是原来的母语台湾话伊就袂晓讲。咱拄则讲，全世界的语言有6900多种，总是其中有2500种伫遐面临消失的危险，就是得要无去啊。当然，一方面是遮个语言因无文字，吼，
无法度甲记落来。过来讲的人嘛愈来愈少，所以即个语言慢慢就会消失。伫咱台湾嘛有几种语言消失去，甘仔兰的话，即个平埔族的话，中部巴仔巴仔族的话，当伫南部西拉雅族，因抑阁有小可人会晓讲，但是当遮的老人若过身，可能嘛渐渐无人会晓讲。伫台湾，咱就会当看到即款的处境，所以语言是有可能会消失。有一个例会当互咱来参考，甲来思考。咱即马若有机会，你去以色列，因是讲啥物话？讲希伯来话，希伯来话。有时阵，即个希伯来话嘛，咱会讲是现代的希伯来话。若是现代，就是有古早。当然，因这是要甲圣经的即个古典的希伯来话来做分开。即个现代希伯来话是安怎来的？咱爱知影，伫20世纪进前，也就是伫19世纪的时阵，这犹太人当然因抑阁是分散伫世界各所在，欧洲、非洲、亚洲拢有犹太人。总是因就是袂晓讲希伯来话，因希伯来话是读圣经的时才会读，但是迄是已经是古典的希伯来话，毋是因生活顶面用的话。因的生活顶面，因着讲当地的语言，可能是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俄罗斯的话，总是因就是无有希伯来话，因为希伯来话伫因的时代已经消失。敢若只有因去会堂去遐读圣经的时，才有列笔来教因读即个希伯来话，一直到伫现代希伯来话出现。即个现代希伯来话的出现有一段故事。若要讲即个故事，咱爱熟悉即位叫做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的即个耶夫达。伊是出世伫俄罗斯的犹太人。伊的家庭伫1881年对欧洲移民到伫巴勒斯坦，就是即卖以色列。伫迄个时期，就是伫19世纪末期。伫欧洲的犹太人，因兴起一种叫做锡安主义，佮称做犹太复国的主义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要鼓励所有世界犹太人返去到伫因的故乡巴勒斯坦，然后期待伫遐来建立属于因家己的国家。即个时阵，耶夫达伊伫耶路撒冷，伊看到遮个返来故乡的犹太人，因拢讲家己原来国家的话，意思是讲，同款是犹太人做伙，却无有共同的语言。结果是遮讲同款语言的人，因会斗阵安尼若定。所以伊就想讲，若安尼，除非讲将遮犹太人因会当讲共同一种语言，若无要甲因团结起来是非常的困难，甚至无可能。若安尼，因就爱讲共同的语言，就是希伯来语。所以伊就主张将即个已经消失、已经千多年的希伯来语，要来甲恢复起来。总是有遐尼容易无？当然是无遐尼容易。大先伊的即个主张就面对遮个正统犹太教徒的反对，因为因认为讲即个希伯来语已经是真神圣的语言。就是读圣经的时，才会当读，敢若会当伫宗教事务顶面来使用。你若会当将即个圣经神圣的语言用伫你的生活顶面，比如讲我要食饭，我要去便所，我要洗身躯，我要创啥，这是俗世的物件。你袂当将神圣的语言用伫你俗世家己的需要。所以即种的观念就反对耶夫达。甚至佫有人甲告密，检举讲伊要破坏阮的宗教，所以迄个时阵的统治者就甲抓起来，甲关起来一段时间。总是即个耶夫达伊无有放弃，伊有缘继续伫遐咧推展现代的希伯来语，伊就用家己的家庭做实验，
伊就规定伊的囡仔甲伊的太太伫厝内拢爱讲即个希伯来语，因为伊希望伊的囡仔诚侪头一个讲现代希伯来语的一个囡仔。虽然伊有拄着困难，总是嘛有一寡人非常支持伊，所以因就组织一个团队、一个委员会，然后因就办报纸，因为报纸是甲咱生活上有关系。过来，伊嘛拄着一个问题，一寡现代用品、现代的物件，要安怎用古早的圣经的用语甲表现出来？亲像电，圣经的时代也无电，嘛无汽车。嘛无火车，这是现代的物件，所以因着想办法去找这个字，用一寡圣经会当找到的字，或者是因原来国家有可能因类似的字，甲斗起来。当然，伫日本话有即个叫做外来语，伊嘛有一寡类似外来语即款的物件，甚至因嘛阁出字典，或者会要学希伯来语的人会当来去对照，讲若是即个字伫原来应该是啥物，渐渐因的工作就得到成果，得到果效。希伯来语去互人来重视，然后伫学校嘛开始来教即个希伯来语。最后到伫1948年，以色列因建国，联合国甲因承认了后，以色列政府就将希伯来语甲定做官方的语言，所以你到伫以色列，头一项就是希伯来语，过来英语、阿拉伯语，拢是因官方的语言。伫即个故事，咱嘛看到，伫全人类的历史的中间，全世界嘛，敢若只有即个希伯来语是已经消失了后，搁再恢复的一个语言。兼且咱毋免烦恼。咱基督信仰的语言会消失，因为现在全世界有120亿的基督徒，总是咱犹原需要来保持这个信仰，毋通伫咱的家庭来消失，对无？嘛毋通互这个信仰伫咱的厝内人、伫咱的家族的中间来消失。所以，互基督信仰的语言伫咱的家庭、伫咱的子孙的中间继续流传，是真重要的代志。使徒保罗伊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，对少年伊的同工提摩太讲：“我会记得你迄个纯真的信心，就是伫你的外妈罗伊，甲你的老母幼年期所有即种的信心。因的信心，我相信你嘛已经有。”咱会当伫遮看到一个真水的画面。即个提摩太，伊的老爸是希腊人，照犹太人讲是外邦人。总是伊的老母、伊的外妈，将即个信仰继续流传落来，到伫提摩太的身上。所以当保罗传福音到伫提摩太因住迄个所在，伊就拣选提摩太诚侪伊煞接真重要的一个同工，这就是信仰的语言继续通过家庭继续来流传落来。信仰的语言毋仅伫咱的家庭要流传，阁爱到伫世界来广传。使徒行传第2章有记载，五旬节的时阵，圣神降临伫使徒的身上，迄个时阵有形状。亲像火的喙齿落伫遮的使徒的身上，因像的喙齿就表示语言，火互因的心会当得到火热欢喜，伫遐用遮的语言甲人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故事。因就用各地的语言，用别人会当了解的话，互因来认捌上帝，互因来信主来得救。伫迄个时阵。有3000个人，后来有5000个人来得救。结论来讲，咱今仔日对创世纪巴别塔的故事的事件，一直到伫使徒行传的圣神降临，咱看到上帝伊并无有互世界所有的人拢讲同款的语言，反倒转咱伫地面上是遐个
极权的统治者，伊是为着控制人民思想，才规定爱有统一的语言。咱的天父，伊是掌管宇宙万物甲人类的命运，伊才是真正有权力的迄一位。总是伊却互人类发展无共款的语言，真多元的文化。伫咱双连教会，咱就有4种的语言在做礼拜：台语、华语、英语甲客语。共款伫即个时间，伫全世界有几千种的语言伫遐伫敬拜上帝。上帝以赏赐圣神的恩赐，搁互使徒因会当到逐所在用逐所在的语言，将福音传遍到世代到位。早前也通过马街，通过马雅国，通过宣教师，将信仰传过来伫咱遮。伊无讲你信耶稣，你爱讲拉丁语，你爱讲英语，无，是互咱会当讲咱本地的语言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就亲像拄则圣歌队所吟迄首诗《找牵我》，这也是上帝所予咱的使命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用咱的语言甲咱的行为，咱伫遐要讲出基督信仰、和平、疼甲真理。搁伫咱的家庭的中间，伫咱周围的人的中间，也要互上帝恩典祝福，通过咱到伫咱周围的人的中间，上帝的福气也要继续甲咱三角地带，咱同齐来祈祷。是阮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予阮伫细汉的时阵，阮就学习语言的经验。主，你也予阮知，信仰也是一种的语言，需要阮继续不断伫遐来学习，伫遐来讲出，伫遐来流传落去。主，当你搁一遍来提醒阮，予阮会当伫阮的行为，伫阮甲人所讲的话的中间，来表现出阮所领受对你来的和平，对你的疼以及真理，也互人因为安尼就看出阮是你的学生，阮是上帝国的子民。主，你将即款的负担使命放伫阮的身上，就是当阮也会喘气，阮也阁会讲话的时阵，阮有愿要继续对阮周围的人，有愿要继续对遐个阮可能也无认捌的人，来对因来讲出主你的疼痛，互你的福音，互你的性命，也会当到伫世界逐所在，来成就主你的旨意，互你的荣光会当遍满伫全地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